弟兄姊妹，呢封信短短嘅信係講赦免、講原諒、講寬恕。赦免係難嘅，我哋好憎嘅人，真係想捏住佢，但係天父要我哋赦免人，放開手，唔好捏住佢啦，唔好算賬啦，唔好報仇啦。有一個嘅女嘅基督徒，個名叫做 Corrie ten Boom， 係荷蘭嘅一個基督徒。佢寫一本書，好多人都睇過，叫《密室 Hiding Place》。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佢冒住生命嘅危險，佢全家都冒住生命嘅危險，收埋好多猶太人，拯救好多猶太人，唔俾德軍揾到，唔俾德軍去殺佢哋。但係最後有人出賣佢哋，出賣佢哋嘅家人去報信，所以佢哋被捉被拿，要送去集中營，先後去過2個嘅集中營。喺佢哋被拿之後，大概10日，佢爸爸已經係去世。而喺集中營嘅痛苦、飢餓裏邊，佢大家姐又去世死亡。第二次世界大戰完結，佢去好多唔同嘅地方，講佢喺集中營裏邊嘅經歷，亦都講耶穌基督嘅寬恕，要彼此饒恕，唔好算賬，唔好記仇。喺1947年一個晚上，佢去到一間德國嘅基督教會講見證，再一次講到佢喺集中營嘅苦難，同埋鼓勵兄弟姊妹要寬恕。喺佢講完之後，有一個男人一路向講台行上去，佢認得佢係從前集中營嘅一個嘅德軍，佢認得佢，但係相信呢個德國兵唔認得 Corrie， 但係 Corrie 認得佢喺集中營裏邊最殘忍、最虐待佢哋嘅一個德軍。突然間好多個回憶湧上心頭，好多集中營嘅情景好似呈現喺面前。佢睇到自己同好多嘅猶太人一樣，點樣除晒衫、除晒褲，喺個大嘅房間裏邊，啲衫褲堆成好似一個山仔咁樣。點樣命令佢哋冇着衫、冇着褲向前行？佢甚至記得佢點樣好醜咁樣經過呢個德軍嘅面前。佢又好清楚睇到佢自己嘅大家姐喺集中營裏邊點樣餓到真係得翻皮包骨咁樣嘅樣子。佢話甚至就喺嗰一秒裏邊，當個德軍一路行上嚟嘅時候，佢睇到佢大家姐瘦到真係皮包骨。佢甚至同佢大家姐講：你好瘦啊，大家姐。呢個德軍上到佢嘅面前，主動介紹自己。佢話：我就係其中一個喺你所講嘅集中營其中一個德軍。我後來悔改，我做咗基督徒。我多謝天父上帝赦免咗我，但係我好想親自聽到你嘅原諒。佢遞起佢嘅手。但係 Corrie 佢話：我企喺嗰度，我唔知企咗幾耐，我隻手一路插喺個袋，我唔肯伸出嚟，我好難伸隻手出嚟。但係佢去過好多唔同嘅基督教嘅地方，講過自己嘅經歷，鼓勵兄弟姊妹要彼此寬恕、彼此饒恕。但佢竟然發覺自己僵硬，做唔到。佢話當時佢嘅心向住呢個德軍係冷冰冰，佢嘅心係冷冰冰，佢冇辦法去愛前面呢一個人，但佢知道佢一定要咁做。佢係有心裏邊一路禱告：耶穌求你幫我，耶穌求你幫我，耶穌求你幫我。
然後伸出佢嘅手嚟，準備去握呢個德軍嘅手。佢話當佢握住呢個德軍嘅手嘅時候，奇妙嘅事就發生。從佢個膊頭開始，佢感覺到一種嘅溫暖，而呢個暖流一路湧向佢嘅手臂，一路達到佢哋兩個人握住嘅手，兩隻手都充滿咗溫暖，佢全個人覺得好暖。佢話控制唔住，眼睛一路流淚，一路流淚。佢唔知握住呢個德軍嘅手幾耐，直至到佢最後講：弟兄，我原諒你 with all my heart。佢話弟兄，我全心全意嘅原諒你。喺佢嘅見證裏邊講，佢從來冇感覺到上帝咁強烈嘅愛。兄弟姊妹，我哋人嘅愛係好少，我哋嘅人嘅愛好似牙膏擠到最後擠嚟擠去，有時擠唔到，好似米缸刮到最後刮嚟刮去得翻幾粒米，好似水壺飲到最後剩翻幾滴水。人嘅愛係好少，但係上帝嘅愛，上帝嘅愛，耶穌嘅愛係長闊高深，不能測度。